罗小弟，你没事吧？来，没事，慢点。没事，还好有你的金樽背心。拦住他们，我去救皇上。你去吧。死丫头，你把老夫的金蚕背心也给了皇上，看来你对皇上是动了真心了。只可惜，就算是皇上穿了金蚕背心，老夫也一样要他的命。鳌拜，你果然与众不同啊！别人中了我的7步倒，只能走7步，没有想到你追了我们这么多步才倒，厉害啊！朱哥哥，剑青，快杀了这个小皇帝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，就是大功一件。老夫就会把你们兄妹2人的大补丸的解药给你们，还会升你为太医院的院判。快杀了他！朱哥哥，好，你可别糊涂啊！中堂大人，你忘了，我是奕欢的哥哥，当然要帮自己的妹妹。你们这大补丸的解药都不想要了吗？中堂大人，你又忘了，我是大夫，大补丸的解药我会解出来的。